后来郭文摕话讲要用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到底。侯友宜早起登去伊故乡嘉义参加活动，讲到南北合作态度嘛转硬到。伊讲不管结果如何，伊拢尊重郭文摕的决定，伊嘛会坚定家己应该行的路。这南北合作若真正来破局，侯友宜的副手有可能是假的。讲国民党内不分区的第一名韩国瑜，甲第二名的郭志温，拢有可能。下晝6點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出現喺故鄉嘉義，心情看起來袂歹，不過講到南北合。無論最後的結果怎麼樣，我們都尊重柯主席的決定。尊重郭文摕的決定，只是郭文摕講要以民眾黨身份參選到底，南北若要擱再合體，侯友宜敢講要做副手。我們一定會團結在一起，堅定自己該走的路，最後會贏得勝選。聽出侯友宜嘛按什麼做正，不過到這陣副手人選也未出來，若是南北行不成，副手要由上來擔任。內部的聲音認為應該將高雄市長韓國瑜由不分區立委名單挑出來，和侯友宜同齊正做好漢配對參選。我們希望，侯韓能夠做好準備。副手聲勢第二關的就是郭志芬，並且感謝黨的提名，強調一定會做好2026的準備。相片背景是高雄市，看出郭志芬未來要車拼高雄市長，拒絕做副手。韓國瑜若贏即馬派去搶立院的龍頭，大人攏有家己目標。侯友宜副手即馬是誰，就暫時也可唔知影。Hello， 我是陳雅玲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